如果當每隻雞蛋都係一項投資，就要放喺唔同嘅籃子，分散全球配置。憑藉匯豐嘅環球網絡、專業基金篩選以及以表現為本嘅市場洞察，匯豐 Premier Elite 客戶可專享私人銀行級別嘅另類投資產品。透過開放式基金形式投資私募市場，包括私募債權同環球私人房地產等，入場門檻比傳統私募市場基金更低。而對沖基金嘅投資策略更多元化，包括管理期貨、環球宏觀、股票長短倉等，同股票、債券等傳統資產關聯性較低，有機會為你帶嚟更穩定回報。匯豐為針對客戶退休需要，聯同實力頂尖嘅基金公司，係全港首間銀行推出獨家退休主題基金類別，提供年度化派息率高達6% 嘅每月收入，涵蓋唔同嘅資產種類、地區、行業及貨幣，仲有較低風險嘅環球多元化組合。真正嘅多元化可以令你解鎖更多市場嘅潛在機會。匯豐全港 No.1 最多客戶選用嘅基金投資服務 ，Elite 專上優勢，躍升財富新景象。